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实际超看待，都讲点来要三通叫我做爱，千百里叫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报告风飞，心比一绝比一情较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就你听你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较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啊啦，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无想好。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伺候，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速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大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总心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实际超看待，都讲点来要三通叫我做爱，千百里叫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报告风飞，心比一绝比一情较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就你听你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较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啊啦，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
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的梦醒。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煞紧像看待，刀光剑来无相同，叫我出来千百里江，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宝座风飞，心比之绝比之情感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陪搁在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啊啦，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美丽的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的梦醒。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
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几段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机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只在我的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更多世界伊杀气超看待，都讲ပြန်來無三通叫我做愛，千百里間我就是獨一無二啊！我就是你愛的阿芙羅黛蒂，我就是你愛的阿芙羅黛蒂。天空降彩，寶座風飛，身邊只絕美只情簡單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愛，叫我的半生半世，風吹無人陪。香味將你貼入心，加添你一生的氣味，以後咱兩人袂擱再斗陣。過了剛好，敢有食甲健康。 Hello， 大家安，午安，午安！猪猪今天提早开台哟，大家好，大家好。忙到一个阶段，想说好，不然先快点来练歌好了。然后待会下午还有一些卧课要做，对，当然其实也是可以开着台做啦，对。但是我觉得放大家在那边，自己就很想聊天，然后又可能没得做工作，每次都这样。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弟弟开边的。那我先一一跟大家打招呼吼。首先是星辰你好，早安挂台吼，OK， 嘛是差不多被假中吊灯啊，差不多要吃午餐了，大家再撑一下吼。然后我把我自己的麦克风稍微转小，然后你们也顺便帮我听一下那个 BGM 的部分，看会不会太大太小声。然后追声大哥你好，吼，大家好，大家好，然后欢迎傅先生，高炸。然后交通频道先生你好，也谢谢昨天好像有来到桃园动漫大展的现场，谢谢你吼，有来到现场的你们都非常的感谢哈，薄荷你长身高欢喜不？你怎么没有拿麦克风啊，薄荷？然后 YF 先生猪猪，就算你是猪，也是我的梦中情猪。来，我们一起吃什么卤猪比什么鬼啊？外父先生，你是不是在期待第2届的这个土味情话大赛？有的话一定只有你，好不好？朱基高阿桑你好，欢迎来到对敌开屏的，然后感谢薄荷提醒，好棒，谢谢。爷爷你好，然后沙德大一系 CWOU 哦，这应该是走过路过的新朋友吧。然后木秋。叶雪你好，欧安大家好，紫金留影你好，怀特比格你好，然后妹布爸爸你好，欢迎来到的迪开边的燃烧神教你好哈，只睡了3个多小时，是因为在做康亏吼，辛苦了大家。然后昨天的桃园国际动漫大展实在是臭男生。又是臭男生，还好我昨天有开回放，就是有开那个直播记录档，因为昨天就是在开台之前，我有迅速的跟凯文询问一下说，就是我因为在忙嘛，然后我就想说连线而已吧，应该就突然脑中闪过说，其实是不是可以
其实是可以直播的呢？想说我们开始前15分钟我才问这件事情哦，开始前15分钟，然后我们就说哦，其实都可以啊，看猪猪要不要开这样。我就心里想说哦，好，那就开一下好了，因为搞不好中间有一些很有趣的记录，我至少可以留个直播档吧。对，万一有一些相爱相杀的过程啊，好险我有开，好险我有开，有记录下那个很调皮的1个小时，很好，很棒，你各位，我就期待我们下次线下，你们跟我走着瞧，你们跟我走着瞧哦。但是居然还有就是很坏，有观众去问 AI 说猪猪的数学很烂这件事情，我快笑到疯掉了，真是太坏了。因为昨天猪猪是第1棒，然后刚好就是中间他们可能没有发现有些是不是那个平板快没电了还是什么，然后中间我真的一度断断续续，我听不到主持人的声音。对，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主持人，他说好专业哦，小喵主持人，他就是现场就是感觉身经百战的啦，就对他而言就是就是很像他也没有在惧怕说有什么临时发生的一些状况，然后完全知道说好，那不如他就是马上就是抓那个线上的各位面线们互动，对，然后开始我就被迫害了，我就被迫害了，谢谢你们了哦，薄荷，你昨天给我躲起来，没有拿麦克风吼，这笔账我记着哦。有想过要拿麦克风，但最后好像没时间了哈。哦，好，的确时间其实真的不算长啦，因为一个人我们一个主播也才安排到一个人1个小时，然后中间又包含可能我们前面就是有一些时间有保留，就是要讲一些关于金米奖的心得，还有唱歌嘛，对，然后可能中间又出现了麦克风可能我暂时听不到小喵的声音的状况，所以也是有流失掉一些时间，对，不过很棒啊，对，昨天你们连同就是配合就是AI 联手欺负猪猪嘛，好，很棒哦。也是希望你们不臭，你们是臭男生，就是连线断断续续的，的确呢。不过应该是还好，猪猪这一场 setting 完之后，后面应该就有比较顺了齁，所以有趣。不过维修期间入场。燃烧神将，你不会是戴那个大帽子的那位吗？我一直在认想说，奇怪，这人的哭啊！我昨天在培训，没办法见天下第1大砰砰猪。我谢谢你哦，感谢你又让就是我们对直播间又掉落了砰，你知道吗？感谢教力的，没有关系，我们有直播回放档。对，然后我看一下哦，所以燃烧神将你是。对啦，果然是你。我想说奇怪，这个人的五官感觉很像燃烧神教先生，你又戴了一个大帽子，我只能认你的那个鼻子跟嘴巴，你知道吗？我真的是觉得你们化成灰我都认得出来了，好可怕哦。OK， 帮忙补充一下猪猪这边的专有名词是不是？我只能说谢谢你哦，薄荷，谢谢解答主持人的疑问，好，谢谢，感谢。下次有这个线下，我们真的要加倍奉还哦。本周是曼博猪猪会出席吗？曼博的部分猪猪好像就不会了但是好像我看一下，哇，我7、8月的那个行事历整个是满，我看一下，我看起来哦，这一周没有，这一周猪猪没有要出席，但是我有自己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执行。OK， 然后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欢乐的，对，我要快点把那个高阶表单发下去，因为看大家要 GATS 版的是和平版的这次非常的意外的，就是感觉 GATS 版就是大家会非常非常欣喜就是争相踊跃选择这个 GATS 版，对，但是这一次的和平版微妙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芋头的和平版，看有多少人会选择对，好，也就是说。下午也是包含了，就是高阶会员表单要快点编辑出去给大家的工作之一啦。对，然后看一下大帽子改版上面有什么？有吉米干的徽章，可惜没有互动到，不然就请你往前。有猪猪的那个吉米干的袖章，对不对 ？OK。我们现在还有零星的一些那个周边的现货啦，都欢迎大家就是可以点开下方资讯栏或者是我看一下我在想说我要置顶个什么东西，你们等我一下。我的 BGM 会不会太小声啊？
BGM 好像太小声，我再把它抓大声一点啊。看一下，好。也谢谢汤普先生，高小豆啦好。好，我把我自己的这个置顶，等一下哦。好 ，FF 猪猪会出席吗？本周的那个的话，猪猪就不会了吼。这一周猪猪真的要忙啦。然后，好，感谢汤姆先生的这个置顶的这个留言哦。好，大家工作加油，等一下马上就要吃饭了吼，马上就要吃饭了。然后猪猪今天稍微也是短暂的陪伴一下大家。怎么是救护车声音？大家都要平安哦，平安快乐吼。这两天天气超级不稳定的说下就下，说下就下的那种。今天早上啊，猪猪出门以前也是啪下了一阵大雨，快点去收衣服，收完衣服才出门，然后出门就还好啦，然后出门就是到店里面吃早餐之后又下了一阵大的，对，就是一下下一下出太阳，对，怀特比克没有错，救护车没有错 ，OK， 然后就昨天啊，对，就我们刚聊到昨天嘛，就是桃园国际动漫大展哦，喝了一嘎仔。对，好险有留直播档，对我真的觉得就是又是一场相爱相杀的回忆，对。然后要说猪猪，暑假还有什么现场连线活动的时间要大家稍微留意一下的，我看一下，时间过好快，一转眼已经7月20号了，我天哪，怎么7月只剩2个礼拜啊，夸张！哇，这2个礼拜也好忙哦。我看一下我行事历哦，好哦，因为八月份还要跟大小姐安排流星展哦，8月份的流星展 ，OK， 我跟大小姐有重新再拟定一个时间，我们再自己偷偷的去而且8月份哇8月份要跑台北的机会也蛮高的，好。OK， 好，8月哇，因为8月要录音的时间蛮多的，所以8月反而现场连线活动的时间倒是没有，对，但是有很多时间我可能必须要偷偷进行很多任务，对，8月的部分呢，然后啊，下个礼拜就是我们就是可爱的那个切一段一段的那个猪脚的那个。可爱的猪脚馒头的制作，然后猪猪也是第一次制作，所以，我觉得应该也会花比平常多1倍的时间吧。对，可是我觉得万事起头浓是什么？万事起头难的状况下，我觉得这一次如果有机会把这个馒头稍微把它变成一个经验值的话啦，未来应该有很多很多可爱的。像猪猪馒头，或者是真的是猪蹄馒头可以做制作，对，所以下个礼拜猪猪会好好的来研究，然后开台的时间可能稍微少一些啦，但是我还是会尽量抽空，但1-2个小时也好，陪伴大家一下这样子，对，都是打雷，然后下雨吼，对，就是一阵一阵的流行展，如果是那个流行的话就好了，但是不是那个流行是那个最惧怕的那个。你们可以去搜寻高雄寿山动物园ゴキブリだよ，对，各国的流行各国漂亮蟑螂展，对，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亲身经历过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漂亮的流行漂亮的蟑螂，对，不过还好我不是一个人去啦还好我不是一个人去对，还好福利熊赐我对大小姐我们这个流星伙伴耶！而且很庆幸的是，对上次还好大家没有杀红眼，我不用在那边生吞
如果大家杀红眼的话，我就完蛋了，救命！救命！哦，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对啊，中间还有什么临时有趣的那个行程有安排进来的话，会再跟大家讲一下。对，那不过这1-2个月啦，就是练歌，然后简单的陪大家，然后8月份当然还有比较大型的联动的这个活动，我们现在也已经把伺服器架设好了，就是类似7月份啊，不是7月份，对不起，6月底的那个霹雳火的那个，但是这次并不是霹雳火传话，这次我们的主题比较和平一点，对，因为上一次邀请过来的来宾比较疯，就大家就很敢疯疯癫癫的，所以我们就直接安排霹雳火，就大家就变成潇洒不对之类的，对。但是这次8月份我们有安排台语系列传话的活动哦，然后也是邀请很棒的嘉宾过来，对。不过应该我们稍微气质一点，因为这次的嘉宾我们比较气质系的，对对。虽然说大家看到嘉宾的当下可能会怀疑气质系，听你在 Hello 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次邀请的嘉宾会是哪几位。马克先生你好，马克先生你怎么这么惊讶？是因为猪猪太早开了吗？我稍微有一些早，嘿，就是原本昨天很像 setting 12点半的样子，对啊，今天想说我们先忙到一个阶段，我先开台，对，因为下午还有蛮多事情，文书工作要忙的这样子，对，然后也有可能会挂着就是跟大家一起忙也说不定啦。总之我们先练歌吼，好多事情要做，我们先把歌练起来这样子，对。谢谢你们大家，吼，耍得来。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练习吼。我最近一直在听《眼泪记得你》这首歌，反复的听。这首歌好好听哦，我要唱起来其实真的也不容易耶。等一下我收一下心哦。啊？是什么？这什么东西？啊？哦，不错哎，好想参加哦，还有超商礼券哎，等一下哦，哇，这一天我没有时间呢。哦，有兴趣耶，等一下哦，好，不好意思，我搜一下工作讯息。好 ，OK。有感觉到猪猪最近很忙碌吗？谢谢马克先生。其实基本上是一年365天都还蛮忙碌的啦。对啊，忙着，就是期待下半年有好多活动一一公开，然后让大家知道猪猪到底在忙什么。哦，好，总之呢，在忙碌之余也是尽力的抽出时间陪伴大家。谢谢你们，来，我们来。我现在听一下《眼泪记得你》这首歌。我可能要先静音一下哦。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
开啦！猪骹吞足机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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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好啊，啊，不好意思，让大家被3D 晕一下哦。等一下，他怎么跳到其他地方去了？哎，你们等我一下。哎，好好好好，哎，他跳到其他地方去了。什么？什么？这首歌我不知道啊，什么东西？好好好，哎，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呢，《眼泪记得你》。我最近一直反复听啊。诶，也是一样啦，有很多细节可能要稍微练唱，对。不过还有一些时间哦，我觉得至少还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思考说到底要投哪一首，所以这1个月的时间从今天稍微开始练一下吼。好，我们先试看看吧，眼泪记得你。好，应该有 echo 了啊！早安，欢迎来到我的迪卡冰岛。应该说是今晚都在吃中岛啊，差不多吃中午餐了吼。大家记得吃饭吼。来，眼泪记得你。好，我们现在试看看吧。我要用哪一个版本呢？
我们先试看看哦，就翻就翻。能不能走出这照片？对我说久等了，抱歉。空荡的房间，却塞不下思念。对口气诉说了一切，拼凑着两个人的地点。我记得你每张笑脸。和你看日出日落，一起做的梦，谁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还在我身边。哦，丢断，完蛋了。又这样回到了原点，明明就在眼前，却是不同时间。怀疑记忆不够清晰，双手究竟有没有紧握过？没你的日出日落，是我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都只是错觉。醒来你不在我身边，继续走不停留，属于我们的世界。还有几次擦肩错过，多少爱怎么唱啦？回着。哦。I close my eyes， 感觉你不远。I need you now， 奢侈的许愿，眼泪记得你一切，瞬间停在永远。好，我记录一下哦，等我一下。自动播放了。什么？它自动播放哪一首歌啊？看一下哦。好好听哦！哎呀，钢琴不知道是什么钢琴。好，你等我一下哦。继续走不停留，属于我们的世界。还有几次
哎哎，擦肩错过，多少的人会还等着，多少的人会还等着。等我一下，很像这两天反复听，感觉蛮有效果的。还有一段应该就差不多了。的世界，我再小声一点。次的擦肩错过，多少的人会还等着。再一次。次的擦肩。还要几次的擦肩错过，多少的爱会还等着。OK。I close my eyes。对不起，我调一下麦克风。你就会出现 ，I need you now。奢侈的许愿，陈立赫，眼泪记得你一切。能不能走出这照片？我们现在清唱看看好。哎，你们会不会听到那个沙沙的？你等我一下哦。哦，好了，没事。最近电脑很可爱，有一个小地方，电脑跑久了会出现一个小杂音，但是在某个地方稍微压一下它就没事了。OK， 好，我们继续静静的练这首歌。三轮你好，欢迎来到了迪卡边的，谢谢你们。你在套中岛的时阵来找迪卡哈。好，我们今天是练歌歌回，对，然后置顶连结，斗内可能会有奇怪的东西掉落哦。至于是什么东西呢？斗内看看就知道了。对，它会依斗内的金额大小掉多掉少哦。好，其实这首歌很适合清唱诶，这首歌清唱很好听。能不能走出这照片？对我说就断了，抱歉。空荡的房间，却塞不下思念。对空气诉说了一切，拼凑着两个人的地点。我记得你眉角笑脸，和你看日出日落，一起做的梦，谁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还在我身边，又这样回到了原点，明明就在眼前，却是不同世界。怀疑记忆不够清晰，双手究竟有没有紧握过？没你的日出日落，是我忘了说。
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都只是错觉。醒来你不在我身边，继续走不停留，属于我们的世界。还有几次又是这里，还有几次的擦肩错过，多少的懊悔还等着，多少的懊悔还等着，还有几次的擦肩错过，多少的懊悔还等着。I close my eyes， 你唱错，感觉你不远。I need you now， 奢侈的许愿，眼泪记得你一切，瞬间停在永远。猪猪干嘛点好可爱，这是大宝老师替猪猪弄的。猪猪干嘛点好可爱，子奈你好，好了，我快学会了啦。这首歌最近反复听，感觉效果还蛮好的。好，来，瞬间继续走不停留，属于我们的世界。还有几次的擦肩错过，多少的懊悔还等着。I close my eyes， 感觉你不远。I need you now， 奢侈的许愿，眼泪记得你一切，瞬间停在永远，瞬间停在永远。OK， 好，我们来配伴奏试试。好，这样不错嘞。这个礼拜的指定曲的第3首歌，好像差不多也可以加入，慢慢的加入歌回这样子。我们继续来练唱吧。能不能走出这照片？对我说久等了，抱歉。空荡的房间，却塞不下思念。对空气诉说了一切，拼凑着2个人的地点。我记得你每张笑脸，和你看日出日落，一起做的梦，谁忘了说？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还在我身边，又这样回到了原点。
明明就在眼前，却是不同时间。怀疑记忆不够清晰，双手究竟有没有紧握过？没你的日出日落，是我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都只是错觉。醒来你不在我身边。继续走不停留，属于我们的世界。还有几爱每次的擦肩错过，多少的后悔还等着。I close my eyes， 感觉你不远。I need you now， 奢侈的誓言，眼泪记得你一切，瞬间停在永远。每次都是的 feel。海底上你好啊，欢迎来到迪卡频道，店先生你好啊，歹势，他都有米蓬蓬降落哟，我没看到，歹势啊，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我们美丽的米蓬蓬降落啊？急に今会いに行きます。变成了这首歌，不好意思，大家好，我是迪卡屯周基，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请问哪位咪蓬蓬的降落嘞？呀，谢谢降落，刚下定也降落，明呢啊是没有智慧的颗粒，欢迎你们的降落。不好意思，猪猪刚刚在练歌的关系，所以好像没有看到哪一位朋友降落。他说。啊，涅普鲁吗？谢谢涅普鲁的降落，你好，谢谢你们哇！中岛午安，中岛好，我是你上台的迪卡屯足基，你上台的台湾 VTuber， 来，那即摆这个时间哦，会当讲到，会当见面，真正是有缘分呐。来，相逢自是有缘哦，猪猪基本上就只开中午下午台，所以很开心你们愿意选择猪猪的频道降落啊！涅普鲁，谢谢你的降落，感谢你。午安，要记得吃饭哦。来，让猪猪给你一个又大又亮的扳手，感谢你的降落，记得吃饭哦。猪猪今天稍微练一下歌曲，对，虽然说中间有一段一直崩掉，我一直在抓那一段到底有什么切入哦。然后也谢谢你的降落，然后不生气的话。也可以稍微动动你的手指到我们下方的资讯栏，因为我们现在台语原创专辑认证预购中，啪叽，对，然后也很开心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算是实体专辑差不多快了啦，快可以开箱给大家看了，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精装版哦，现在已经跟我们图片上面长得不太一样了。但是我们封面假期的方向会是让大家被假期的很开心的方向，因为是完完全全不惜成本。我们现在精装版的封面已经变成精装书之外，还有会动的朱迪卡哦。你看那个成本原料真的是非常的完全不手软，烧成本的。对，所以这个精装版的部分买到赚到。对，而且朱迪卡之前立了一个旗，对，就是这只猪。我们像目前精装版
如果再卖出26张的话，我就会供出我最怕的食材第二。目前最怕的食材是葡萄干嘛，对不对？哎，对，听说，对我们家好像过2天又要出现庞大的葡萄干了。但是不得惊啦，我也当重训，我也当家哈。之后我会痛并快乐着的重训，边服用这些爱的葡萄干。虽然说重训对我而言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吃葡萄干真的一点都不快乐。但是既然是来自于大佬的爱，可以我收都收好吗？那目前这个期呢，就是我们目前精装版还差26张啦哈，拔起来朱蒂卡就会供出我第2样害怕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哦。你好，初见安安，这位是冥王鹦鹉吗？你好，然后朱农先生，你给哪里把来呀？哈，我们今天练歌啦。哎，我中间那一段我其实一直找不到哎，对不起，你们等我一下，我再听一下。我再请我们西西跟我做一组，再一组就好。对，再一组，就是这一组。等一下哦。其实早都停留，属于我们的世界。还有几次的擦肩。对啊，他带着我唱可以呢，自己唱就崩掉呢。我再试一下哦。我们再来清唱一下好了哈。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可以享受如此安宁的下午，如此祥和的下午，好不好？对，谢谢你们大家。哎呦，我怎么听到感觉有那个福利熊的 BGM 在响起呀？啊，福利小福利，福利小福利 ，one two 福利 ，one two 福利 ，Happy 啪啪熊哦。对不起，喝口水。刚才是被盗账号，你知道吗？也是被盗账号，帮猪猪解手这样子的迫害。反正现在你们就只知道葡萄干可以弄我，你们就只有葡萄干能弄我。我第2样害怕的食材真的好怕哦，解锁不了我也没办法啊，福利熊，大家加油！无言离合，欢迎来到朱蒂卡作死台。没有啦，我今天没有作死啦，我今天在练歌。好，谢谢大家。刚刚你们听到的那个福利熊之歌，对，高几率又是被盗账号。等一下，不要检举我。不是，我刚刚唱的那个福利熊之歌，是出自于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全联福利中心的致敬，以及对于我大福利熊的谆教诲的致敬，好吗？怎么我完了？反正我后面都有一大箱了，反正杀手都寄了，不是吗？反正我家的角落又要出现很多葡萄干了，反正我不管要不要皮，都有葡萄干吃。对不起，我绝对不是因为想到葡萄干就流口水，对不起。反正我不管皮不皮都有葡萄干吃，那我不如就皮一点嘛，对不对？哦，不行，我们今天要唱气质系的歌曲，气质系的歌曲不能这样子让我的喉咙如此的怎么样河东狮吼嘛？对，我们保持我们的气质，好不好？请继续辩解，我们要辩解啊！对啊，我是就事论事啊，对不对？哎呀，反正都要吃了，我不如就皮一点，对不对？对不对？对。然后看我小猪牙，哎。好，对不起，都会被麦克风挡住。我真的好喜欢我4.0的小猪牙哦，看我小猪牙，咬你哦。好，我先练歌，就算没有第2次，什么都不要啦，不要给我走开，我不要，我拒收，我会让他当角落生物哦，我真的会当角落生物。对，别想我开台词，让我气质。店先生，店先生，保持你的清流。店先生，不要同流合污了，拜托。快唱歌，对，唱歌啊！对，我们要回归这首歌要气质。对，这首歌是哀伤的气质的，好不好？那个谁不要盗我账号。
不可以这样子。你先让我深呼吸一下，不要再流星了。我跟大小姐要偷偷去看，才不要跟你们讲我们什么时候去看，不然我真的担心如果让我撞见，我真的会情不自禁过去殴打你们。我说我是认真的。我除了要保护大小姐可以安详的走出那个展览之外，我还得保留体力，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堵到你们各位，我再好好的揍你们一顿，把你们拖去角落揍一顿再走。收到再不要走干，福利小不要，救命！走干嘛？我跟你讲，不是福利熊，对不起，水母先生绝对是可以放很久，因为我打死都不会开，要我开，哼，别想。对不起，我觉得我现在很像没有办法清唱，我觉得我也是被伴奏好了，整个情绪会被拉走。眼泪记得你哦，你们也要记得猪猪，记得吃饭哦。能不能走出这照片？对我说久等了，抱歉。空荡的房间，却塞不下思念。对空气诉说了一切，拼凑着两个人的地点。我记得你每张笑脸，和你看日出日落，一起做的梦，谁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还在我身边，又这样回到了原点，明明就在眼前，却是不同世界。怀疑记忆不够清晰，双手究竟有没有紧握过？没你的日出日落，是我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都只是错觉。醒来你不在我身边，继续走不停留，属于我们的世界。还要几次的擦肩错过，多少的后悔还等着。I close my eyes， 感觉你不远。I need you now， 奢侈的誓言，眼泪记得你一切，瞬间停在永远。
不是，我就转过头来，我就看到长官，我不好意思说，长官你笑得好猥亵，对不起，长官。等一下，为什么转过来？长官你怎么好，不要说猥亵，长官你怎么笑得跟孩子一样？你笑得跟孩子一样灿烂呢，长官你怎么了？不要灼干啦！你可以给我像是小熊造型软糖，我们有丑虫造型软糖嘛，对不对？福利熊遇到一定在猪猪看流星展的时候丢奖。我跟你讲，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不再确认身份了。对，被我抓到我就直接拖去角落揍几拳。我跟你说，对，我会先把大小姐安置好，不会让你们看到大小姐，先把她绑好，不是，先把她请到另外一个角落。我说大小姐，你让我去办一件事情，对，然后你们不会看到大小姐，我会保护她，对，然后冲过去抓住，拖去角落揍几拳，再回去接大小姐。大小姐没事，我们走吧。请受你厉害。怎么这是你的贴图啊？我的贴图，等一下，森林宝贝，你先不要突破盲场，你先不可以突破盲场，森林宝贝。好，笑得跟孩子一样，好不好？笑得跟孩子一样，好，就这样子。不是，我只把那张脸贴到了长官的脸上，他真的笑得跟孩子一样。好，这样可以吗？对，我今天提早一些了。对，今天早上忙的事情，其实我还没忙完。对，但是我还是希望早一点练好了。对，而且说真的也很想大家，对，非常想大家，臭男生们，想死你们了。我们家兄弟姐妹都很可爱。来，我喝口水。我喝个水哈。好开心！我今天好像稍微又推进了《眼泪记得你》的这个进度了。我看一下哦。其实我看了一下歌曲的部分，我在想小男孩乐团的那首歌是不是猪猪或许也可以试看看一下哦。因为目前新不了情啊，回家眼泪记得你，比较有概念了嘛。那小男孩乐团的 Hey Girl 大家听看看。可是我觉得要报的话，应该就这3首选一首了。但 Hey Girl 我觉得也可以听看看。我觉得练到这个中期啊，我觉得给大家稍微也参与性的投票一下也可以。就到目前为止，觉得就以你们自己而言啦，你们觉得猪猪比较适合投哪一首？我设定一下后。错过1小时杂谈吗？你没有错过，我今天很乖的，马上练歌了。我今天很乖超乖，时间不够用，只能乖一点，不能再杂谈。看一下哦。好，喜欢猪猪唱。好，觉得猪猪投哪一首比较适合啊？猪猪投好，我就以先这3首歌给大家选，但是之后啊，我后期还会再做一次意见调查，就是我们中期跟后期，就是可能搞不好唱起来感觉不一样，或练起来感觉不一样之类的，对。然后你们也可以跟完今天的配信，然后再做决定也是可以的，对。等一下哦。然后也感谢刚才 B 鹏鹏的降落哈，中午时间可以遇到你们真的很开心，因为猪猪基本上晚上是不开台，然后假日基本上也很难得开台，但是有像类似昨天那种可能1个小时、1个半小时，那个就比较紧绷，还算可以调时间，不然就是可能不得不说今年有2场大型联动，我也是得在假日安排出2-3个小时，这个真的要特别巧，对，所以就比较少了，对，因为我是一个一旦过了晚上7点半8点就会开始弥留神游的朱蒂卡，因为我真的作息太正常，我不适合晚上开台。
好，猪猪决定就好。好，最后一个选项就这个吧。好，不嫌弃的话，欢迎听到后面帮猪猪选一下。我们现在中期，差不多在练歌的中期，稍微听一下大家的意见，这样子。好。那么接下来呢，眼泪记得你，待会我们再唱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唱《新不了情》哈。行 ，OK。好，我们来练一下《新不了情》。其实这3首歌唱到后面，其实我说真的啊，就连我自己都不晓得我到底适合投哪一首，所以我就可能这边问问，这边问问，对啊，就可能面线这边问问，然后大宝老师这边问问，娘娘那边问问，毛毛老师那边问问，草草那边也问问，就大家的集结，大家觉得听起来的感受，然后再决定最后到底要投哪一首。来，我们来新不了情一下哦。心落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没关系，也可以之后再投啊。对，听到最后再投也可以。波西米亚老师你好，都很好听嘛，真高恭维呢，波西米亚老师。妈祖，对，我讲嘛，我来问一下。心落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回忆
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别难了，情难了。谢谢大家，目前新不了情，新不了行是什么？新不了情，遥遥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回家一下，好啊，选择障碍呢？不过这时候选择障碍最好嘞，因为还没到非得要决定的时刻，就尽情的选择障碍吧，陪我一起选择障碍吧。回家，高难度歌曲。哎，等一下，很喜欢稍微改变原曲的旋律的感觉，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哦，我懂那种感觉。不过这个东西要处理好，要处理不好了扣分，很像会，所以就我自己是习惯唱熟之后，稍微想要有一些不同的唱法，再去慢慢哼哼唱到稳，主要是要稳啊，对，就是稳，因为有些花式的东西，万一处理不好，拉碴，然后反而被扣分，就之类的，对。不过也希望唱到最后啦，可以就是稳扎稳打的在看说，到底要选哪一首？来吧，小喵喵一来下午就吃饭饭，回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别再哭，就让它走。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丢脸，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别说分手。而你怎么能够就这样的放手，一去不再回头？Be just be
小六子立贺。回家，我马上回家，我需要你。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Just been there, my one and only love. 回家，回家，马上来我的身边。好，顺子的回家，来看一下聊天室哦。好，喝口水。好，目前依旧是万芳的《新不了情》领先。哎，好意外哦！眼泪记得你，我算是今天第一次把它唱完哎。就他居然不是最后一名哎，好有趣哦！好，我们继续让这个投票继续跑。然后这一次的投票跟最后的投票，我们最后都可以把那个结果截图下来，对，做一个比较这样子。对，好哦。接下来我们接下来来唱《眼泪记得你》哦。眼泪记得你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好，接下来是眼泪记得你哦。担心大家中间又忘记怎么唱，不过你们就先听听旋律跟适不适合猪猪唱好了哦。能不能走出这照片？对我说久等了，抱歉。空荡的房间，却塞不下思念。对口气说了一遍，拼凑着两个人的地点。我记得你每张笑脸，和你看日出日落，一起做的梦，谁忘了说？记得我，I close my eyes， 你就会出现。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世界，一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还在我身边，又这样回到了原点，明明就在眼前，却是不同世界。怀疑记忆不够清晰，双手究竟有没有紧握过？没你的日出日落，是我忘了说，要记得我。I close my
世界，一切都只是错觉。醒来你不在我身边，继续走不停留，属于我们的世界。还有几次的擦肩错过，多少的约会还等着。I close my eyes， 感觉你不远。I need you now， 奢侈的许愿，眼泪记得你一切，瞬间停在永远。哦，一口痰。好，眼泪记得你，来自西西生生起。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耶。中期，那基本得来猛攻骂好不好？怎么又是这个？等一下，它自动播放，给我跳到那个。好的。No， 不是。好，来。会使哦，当来猛攻骂之类哦。那你们让猪猪 setting 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当来猛攻骂起来呢？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我们中期请假来猛一个攻骂来。来听到这个 BGM 哦，是不是都好亲像搁要讲上好时间咯？其实今晚不是要讲上好时间啦，讲上好时间已经过去咯。各位姐姐、各位兄弟姊妹俩，即马咱即摆 BGM 吹落去，就是我要问一个公卖时间咯。来，咱亲爱的株式会社的公妈，伫咧恁个面头前，在你们右手边，但是伫我的倒边，恁的正边，但是伫我的倒边，就是你的正边，但是伫我的倒边哦。等一下，好老舍哦。咱即摆移动到咱公妈的面头前哦，咱即摆行到咱公妈面头前哦，来跋杯一个看即摆咱第4届这金美奖吼，爱投倒几首歌吼来参加这个吼演唱这个奖的比赛吼，来兄弟啊，来互迪卡小传一个吼，不是串一个，不是就串的，小传一个。我们第2声吼，第2调好不好？眼泪记得你，太乐器了，不是啊，老师。咱起码先来团一个对，我们现在来，哦，有了，马上，咱公卖面头前吼，马上就好 ，OK， 好，马上出现哦。对，我先把这个绘图板我先拿到旁边，好，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庄严的，等一下，我的面部的线一直扯到，等一下，好，我们现在留一个空间。要跋杯，要询问咱的公妈，我们要非常庄严的，在那之前，那金金芦笋汁，先陪伴一下大家，也是这，也是这薄荷上诶，这咱阿月饼上诶，先陪伴一下大家。等一下，猪猪要去拿我的杯，来，我们等一下，等一下，好，等你哦。真的紧张刺激，真的就紧张就刺激，不错呢。好，我们现在中期来问一下咱的公妈来，好，我们就这边问，好，等一下，我的面部怎么用？对，好，等咱的公妈面头前哦，好的。怎么有乌鱼子？等一下，我们很庄严呐、我们超庄严的。我们要问公妈，咱问公妈正经的传这个挂杯有无？所以讲这应该是
应该嘛是可以啦。啊，毋过我家己有我的钓鱼杯，哦，所以这阿月平送的这杯吼，伫遮陪伴这个薄荷送的这猪仔就好啊。啊，这个3个的金金芦笋汁吼，好，来，你先等我一下，我即马随去摕阮兜的钓鱼杯，随来问阮兜的公妈吼，先等一下哦，先等我一下哦，吼，等一下，好了，我顺便去装水啦。然后顺便去摘个花，我们要很严谨、很神圣的。好，我们在这个练唱的中期，先来询问一下我们祖先的意见。当然，我们未来还会有第2次末期的询问。讲末期好不吉利哦，等一下，好吧，总之中期也询问一下哈。您等我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不要回来，马上走开。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只在我心梦时。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刚到世态，伊势比超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做爱，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高风飞，心比之全比之情感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做备拖算好，若是缘分，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骹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来哟、你的朱迪卡登来喽！来，我戴一下耳机哦。什么走开回来？不要什么啦？对，我们要虔诚，我们严肃，对，沐浴更衣是吗？哦，好了，我可能暂时，我们这个更衣的部分哦，对，我们要虔诚严肃，好，我换个发型，这样好不好？我头都去洗头啦，你好不好？嘿，带了那个超大芋头球回来，回来保护。
生四果可以啊，猪，然后，哎，对，还有什么？葱。等一下，这不是三生四果。等一下，看一下哦。三生四果。好，这是猪，这也是猪，少一生嘛。3只小猪，好啦。我不要葡萄干啦，找不到鱼啊，找不到鱼呢。好，有了，鸡，鸡，鱼在哪里？我们很虔诚哦，我们还差一鱼，对不对？啊，盛红送的，这个可以吗？这可以鱼吗？鱼啦，有啦，盛红送的这个啦，我们三生四果凑齐了，有没有？就要出现，不是我们这个叫相爱相杀，好不好？哎，我们很虔诚，对，我们要询问祖先，这个非常虔诚，吼。来，我们这个鱼公在这边，来三生，等一下，我瞧一下位置。三生，我们真的非常虔诚，好不好？我们摆上了我们之前兄弟们送我的三生哦，还有芦笋汁哦，好，我这拜普渡的时阵，好，咱芦笋加好有无？好，我想说有水就有鱼吗？等一下，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刻，那个 YT 机体又跑掉了？等一下，我再把你们抓回来啦！哦，不乖。好，有水就有鱼，芦笋汁也算好，没有问题。你看，我们换个位置，你看我们准备的这个水，让这个鱼可以在芦笋汁里面畅游，这样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这是非常非常人性，又开始在讲干话。水晶瑶，那上面是海豚啦，它就是游泳的海豚嘛，它就充当一下三生的其中一生嘛。你看我非常庄严的，对不对？你猜那款，那这个钓鱼杯，看在咧啥货？不是槟榔哦，不是槟榔的螺啊哦，你详细看，专业金鹏，专业金鹏特选生草，咱今日就讲下伊木兰玛的，好不好？这边啊，这不是槟榔树哦，这是盐水哦，有无？好不好？大狗熊店、工业店，还有什么大港店，是不是？行政院卫生署并没有警告，订阅迪卡会引起各式数学功能障碍及忍受主播手癌不耐症，这不会是牛吗？我就跟你讲，越在地越国际嘛。大家不会进警，我请假被供。我真的很开心，你们知道尼菲亚吗？我们的台湾之光，我们台湾国际冠军变装皇后，我们的尼菲亚，我真的很爱她。没想到她居然也开始玩起了槟榔梗了。有没有真的觉得我们频道超前部署？我今天看到，哇靠，她也玩槟榔梗在纽约街头所以我马上把那个图截起来，太棒了！果然越在地越国际，这真正不是槟榔哦，这只是一个在地文化的一个重现。好，不要再讲干话了，我追一下聊天室，好不好？来，聊天室嘞，什么公骂表你不行了什么？不是啊，这三声啊，我手边的鸡就是小黄鸡啊，小鸡啊，里拉库玛小鸡，它可以算是鸡啊，不然它不是鸡吗？三生四果，等一下。好，有，我们在国骂饼淘金准备好了，我们真的非常非常虔诚，好不好？非常虔诚。好，我们还拜芦笋汁，好不好？给这个鱼游泳，签名芦笋汁，你看是不是？大家送的礼物，我都时不时放在我旁边，祈祷我可以变聪明一点，不是？还有这个阿月饼送的乌鱼子，人家明明是不会羊毛毡的，不会超可爱的，好不好？好，来。
咱即摆团伙好势，吼，伫咧公妈面头前，这公妈会欢喜，安尼好无？好，好不好？来，我们现在在练习的中期，我们是非常虔诚的，吼，我们非常在意我们的祖先对于朱迪卡今年度到底要投递什么样的歌曲，如此在意，非常在意，在意到我们必须要拔杯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非常的虔诚，对。那生而为朱氏，我差点要讲朱氏帝国，对不起，生而为朱氏家族的子子孙孙，我们这非常重要的奖项，我们一定也是要问过我们的祖先，咱一定要问过，咱的公妈，咱的祖先有无？吼，咱正经伫咧穿新衫的时阵，伫咧公妈面头前有跋杯过啊！我迄当阵跋啥会？我那时候在祖先面前跋杯是跋什么？把我们精明干练吗？我那时候哭着跋杯，我哪好？我哪好哪跋杯呢？迄当阵是安怎？是互人糟蹋哟？迄当阵是啥物人糟蹋我？我哪有可能伫咧靠个目屎流目屎地伫咧跋杯？你们之前是谁欺负朱迪卡？为什么他在祖先面前那边边哭边跋杯？等一下，怎么有这么好笑吗？好，不管如何，来，我们去年的募资品像其中之一的丢币杯，感谢大家的支持。你看，非常非常的实用，非常的派上用场，有没有？好像是棒子啊！等一下，水灵宝贝，刚才咱水灵宝贝提醒，原来是因为内裤去互人糟蹋，我无内裤啊，我无内裤。既然是因为内裤的代志去问阮公妈，晓兴哦，这要神的，这搞死囡仔，你们这很过分。我觉得要因为内裤的事情去动用到祖先牌位，还要去拔杯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好，是谁很坏？长官，你自己讲，拢搞人糟蹋，搞人欺负的人是谁？你自己说。好啦，来的，咱公妈面头前，咱即马搁要来拔杯啊！来，今年的这个金币奖吼，已经是第4摆啊，吼。啊是这个迪卡嘛是希望吼，今年会当有足好的成绩，吼会当互大家知影迪卡真正是做拼，不是拼，就拍拼，不是拼，做拍拼的吼。所以今仔日咧，我真正要来好好问一个咱的公妈，吼咱的朱氏家族咱的祖先，吼到底迪卡咧。唱倒一条歌较好听，咱公妈较爱听，嘛是讲这首歌较适合去报名这个比赛，请公妈互我意见，吼，请公妈帮我指示一下，吼。居然因为这种事情在拔杯，什么屁啊！而且这当阵咱在录报道，就在做工课，第一干嘛掉？好，周边看这边的这个机器人，哦，刷的这个司机实在是很会选金高算，哦，来，所以来，今麦咱今麦要来拔杯一个，来，第一条歌叫做等下哦，好，今麦咱投票，因拢讲这个底下较适合唱这个万芳的心不了情，啊，那是咱公妈嘛是安尼感觉。请互我一个圣杯，吼！笑杯，好，不错哦，这样就好耍的。来，歹势，公妈，咱来敲一个位的，这位伤势啊，好哦。所以，我搁确定一个，请问咱的诸事列祖列宗，请问。阮的祖先是感觉迪卡唱别条歌，会报名别条歌曲，安尼较好吗？若是安尼，请互我一个圣杯。若是笑杯呢？好，安尼好啊。无，咱心不了情，最后才问。咱心不了情，最后才问。咱即马。来问，我想一个，好，咱即摆来问一个，
眼泪记得你，马赛爱记得你这条歌好无？咱孙盛熙西西的这条歌，请问咱亲爱的公妈，你卡报名这首歌较好吗？若是这首歌较好，给我一个圣杯。若是笑杯呢？我觉得是我的空间太狭小，等一下。好哦，不要紧。若是笑杯，我过来问一届。咱的公妈是感觉，这个迪亚迪卡，报名的歌曲应该别条歌较好，吼，应该爱报名的歌，唔是眼泪记得你。若是这条歌无好，请给我一个圣杯。哦，等一下，好难翻译哦。好哦。哦，这条歌无好哦，是无适合唱哟。好哦，无要紧，咱过来问，无后一条歌好啊？来，请问，无最后一条歌吼，咱嘛是爱来请问一个咱的公妈，咱的祖先啊，也是恁感觉这个回家，回家台语怎么讲？回去阮兜这条歌较好吗？吼，请问亲爱的公妈，恁感觉这个猪仔手，咱顺子的这个转来阮兜，这条歌有较好听，会当用这条歌参加比赛较好吗？若是安尼，给我一个圣杯吼。若是笑杯呢？若是笑杯呢？安尼要怎？啊，安尼我知影。也是，都じゃなくて，啊呀，我知啊，也是公妈，我有第四个就是安尼啦。你是感觉这个猪啊，猪卡家己选就好啊？你是希望猪卡会当欢喜唱歌，要选倒一条歌拢不要紧，是安尼吗？若是安尼，给我一个圣杯好不好？哎呦，真正的呢！他真的，我们朱氏家族主列宗要我自己选啊！等一下，哪边是湖面吗？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反正一正一反就是醒杯嘛。但是我忘记哪一边是湖面宝贝。我觉得反正只要有一正一反的是醒杯。对，至于哪一边是湖面，我完全不在意。笑而不语，怎么办？所以，咱公妈是感觉猪卡爱欢喜唱歌就好啊，选倒一条歌拢无要紧的。要过来问一摆好啊。多谢咱的祖先，给我这个答案，我搁确定一摆，吼，我更确定一摆。你是感觉猪卡唱每一条歌拢好听，所以你希望这个猪仔会当欢喜唱歌。啊，要报名什么比赛？要报名什么歌曲拢无要紧，我搁确定一摆。若是真正是安尼，搁给我一个圣杯好无？吼！真的好悬哦！好夸张哦！等一下，真的有点头皮发麻。咱的祖先叫我莫选啦，欢喜唱歌就好啊，唱什么歌拢好听啦。哎哟，搞唔知安尼，刚才咱的公妈真正是咱的祖先呐。那这样我要怎么选？我要怎么选？鲁小小启动。我没有多想，我就只是在验证一下。好那这样子没有关系。我觉得呢，我们就不要再卤杯了，因为我实在是一只很鲁小的猪。对，就像他斗也知道我超鲁的。看我能把不会把到我的三声，不是我三声要好好的严肃，三声们请严肃，请在这边严肃好吗？三声请做好三声的角色，葱乌鱼子好不好？请做好你们生而为祭品的角色，请严肃，唱开心就好，不管有没有得奖。真的是我真的觉得长辈啊、祖先啊，对于我们这些晚辈后辈，很像就是这么的慈悲，你知道吗？好，不管。とりあえずじゃなくて，感謝咱的祖先，好啊。这个答案，
安尼底下就知影，要安怎做诶？啊，无，我也是，毋知影要唱倒一条歌较好。啊，毋过感谢你希望我放互轻松，欢喜唱歌，吼，这件代志我已经知影。啊，毋过我伫咧8月底的时阵嘛是会过来问一摆哦，吼，歹势，先甲你讲一个吼，咱亲爱的公妈，我敢会当伫咧8月底的时阵过来问一摆，吼，因为真正嘛是希望会当选一条较适合的歌去报名一个吼，摕一个奖啦，安尼讲好不好？好的安尼，多谢咱的周深，好，我不要再撸他了。他撸一撸，下次我们打开 OBS 这个场景直接不见，或者这个场景那个公骂的部分突然消失掉，很悬这样。好啦，但是我觉得，等一下麦克风很杂音，我觉得最后啦，2个醒杯，其实我有点头皮发麻。对，谢谢。等一下哦。好，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电脑的部分。小三声跟我比一下。等一下。好，我再去压一下那个主机板。主机板最近会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我再把它压一下就没事。好，哦，先问月底给不给我问比较好哦。好啊，帮我确认一下好了。如果他不给我问怎么办？好啦，不然这样好了。自己跟我傻，真的不懂只能傻笑。的确是呢，无安尼好啊啦。好啦，咱的福利熊哦，咱的趴趴熊嘛是就刚温就刚下耶，计划先锋。好啦，咱的观众是安尼讲的啦，是讲也是那是8月底的时阵，底下过来请问一个公妈，安尼讲会使，吼，就是迄当阵无迪卡，迄当阵这3条歌曲唱甲有唱啊较好啊，比即马较好，迄当阵搁做决定，若是较好的款，请互我一个圣杯好无？吼，但是我迄当阵过来请公妈帮我决定，会使的话，请互我一个圣杯吼。好，我来的次，真的哦，原来是因为现在还不知道啦，现在感觉3首歌都唱滴滴答答。8月底的时阵要决定的时阵，过来问我啦。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好哦，刚想那的福利熊，你嘛嗲嗲在拜拜哦。我刚原本不敢再录了，想说快点收一下。好，安尼福利熊我来是安尼啊，嗲嗲在拜拜哦。无怪头拄都跋无杯，对唔是恁宝贝，头拄都安尼呢，也是安尼。咱这个调味杯真做甲足好诶。好咧，加在去年有来做，有无？哦，真的好开心，去年有做这个，好好玩哦！而且我去年在做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在笑想，我的新场景要有公骂，就是你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我们的祖先牌位，应该这里。对，我现在就在幻想，祖先牌位已经不是幻想了，是实际上真的有。谢谢，好，那这样，猪猪乖乖练歌。好，我们这供奉的这个3牲，好，我相信我们祖先列祖列宗应该就满意耶。有鱼啊，有鸡啊，还有猪吧，还有虫啊，还有乌鱼子。真正的啦！感谢咱的面线兄弟、面线姊妹啊送的这个物件，真正欢喜到有达志，有无？谢谢各位。好 ，OK。讲真实，我他都要讲就坚定哎，你知道吗？我真的没有在闹的哦。我其实每次问这个，我都觉得很紧张，因为这种东西不能乱来，你知道吗？感觉在线上打闹闹，可是说真的，我把祖先变成场景，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好，这个东西不能乱来，知道吗？对，我们很乖，我们很庄严。等一下，第一页有第一页，我们刚刚很庄严的透过了这个说3牲嘛，好，透过我手边的简易3牲。这个是鱼，这湖，这鱼啊，这鸡啊，这猪啊，我们这个简易3牲完成了，就是跟公妈询问意见的这个流程。虽然说这个3牲可能没有像丁爷家的这么美味，这么真实，可是我们也询问到了就是可贵的意见，好不好？
对，谢谢大家。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满身大汗嘞，我刚刚真的很紧张，这东西不能乱问。每一次请示都要非常虔诚、非常诚心的。我觉得我需要换一个 BGM， 让自己稍微冷静一下，谢谢。我换个 BGM。好。而且刚刚不晓得为什么在宝贝的那一阵子一阵杂讯，是你们来看我了吗？来看这个可爱的小迪亚吗？总之，谢谢列祖列宗给啾啾意见，也感谢面线们陪我度过了这么紧张的午后。每一次宝贝都到底在紧张什么？好啦，7月20号，其实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我可以慢慢练。对啊，不过其实我每次都觉得这样跟大家打打闹闹真的好好玩哦。你看我这3声芦笋子、乌鱼子是不是？手边马上有素材，马上都可以拿起来玩这样子，好闹哦！而且啊，早上我看到妮菲亚就是也在纽约街头玩起了槟榔梗，超级感动对，就会觉得，我觉得台湾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报道。对，其实我发现，土地认同的人越来越多了，对于台湾这片土地有认同感的人是越来越知道怎么去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台湾、守护台湾。对，然后在这个圈子，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就是可以持续做自己想要推广的这些台的东西。但是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其实在这个圈子，因为毕竟 VTuber 算是日系文化为大众，对，那反而在这个圈子，就是对于本土文化或台湾文化有兴趣的人，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多。对，可是我觉得这样也无所谓啊，因为我有你们。对，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喜欢的东西，所以就一直去找，一直努力去做。然后我发现今年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机会愿意给猪猪，当然也包含就是我觉得有面线真的是我真的是很难以言喻的宝藏。因为如果当初除非是没有遇到你们的话，其实我不晓得我可以走这么久。奇怪，这个音乐太魔性了，这个音乐放下去突然变得很感性，不对。我最近呢，不是跟你们讲说我在做那个学术研究的 PowerPoint 吗？我那个东西做下去其实很有感觉。对，因为 VTuber 基本上就是一个日系文化是大众的一个文化。对，所以就我自己以前也是一个日本仔仔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超棒超赞。对，不过因为跳脱了所谓日本视角的话，回来我们台湾视角，我们台湾人总是还是要面对身份认同的这个部分，就比较尴尬。这个也是我很少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聊到，因为太复杂太烦了，讨论这些东西可能大家觉得不如去开新番啊，不如去追 B 啊，不如来讲干话。的确是这样。对啊，所以我才用我自己觉得比较柔和的方式，不会跟大家讨论说到底什么样才叫做台湾人，到底什么样才叫做台湾 B。 我只会把我身边认为最本土最好笑最有梗的东西搬上我的频道，然后你们还愿意陪着猪猪继续一起走，这样就够了。对，然后可能有因为这样的一个坚持，所以现在对以业界来讲的话，大家都觉得猪猪的经营方式是真的非常特别，就特别到就是一个分支，你知道，就是可能要找台语或者找本土，他们去搜寻 AI 就很容易搜寻到猪猪。对，这些坚持都是你们陪我一起的，如果没有遇到你们的话，我真的
很难想象，就是我可以坚持这么久对啊，这 B 卷好可怕，我换一个 B 卷，我换一个 B 卷好了，好可怕。好了，喝口水，自己大不深深一拉起来，一直有痰。对啊，好 ，OK。所以等一下听到这个 B 卷就想继续感性下去。繁殖是鸡皮概念啊！靠，等一下，这上面没有半点鸡皮概念，可恶！好，气氛破坏大师，好，谢谢。好，不合你关，你不要哭，你只要记得下次见到我可能就是被揍，知道吗？好啦，电先生，好啦，一直卡痰，一直卡痰。好啦，感性一下啊！我在你们面前是很少感性吗？我记得我很常感性啊，然后每次都被气氛破坏掉。真的感性，不管怎么感性，最后一定会被气氛破坏掉，你知道吗？对啊，对啊。我打个嗝。对啊，不过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啦，我要是哪一天我不经营这个台的东西、本土的东西，我说真的，我也不晓得我要做什么了。对，婆婆款款不爱折啊嘛，不地卡的不爱折啊，不一定吼，就是这些东西啊，你们像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猪猪以前在大学时代抛弃掉的、不想要的、瞧不起的、觉得那个什么鬼的这些东西，对我真的话真的不要说太满。对，当你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这片土地给你的滋养，真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再珍贵，还要再宝贝的那个阶段，就是会像猪猪现在努力把这些东西收回来，到自己的频道做珍藏。我居然还在线上跟他们一起问文导公嘛，我记得在咧现场，在咧线顶，请你大家问阮朱氏朱氏家族的公妈来跋杯，这嘛是我没想过的，对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跟大家一起玩出来的。对，像看到这个，对三生，好不好？对，你们很可爱，超级可爱。对，我们是信手拈来就有三生，对不对？如果需要真的三生，欢迎联系我们丁爷，我们嘉义水上广东烧腊，我们那个金奖烧腊超级好吃，好不好？或有走过路过嘉义水上，记得搜寻一下嘉义广东烧腊。等一下，那个名字我每次背都背不起来。好啦，记得有去嘉义，记得可以去停留一下丁爷的店家啦，那 CP 值很高，真的很好吃。曾经忽略过，重新找回来，更懂得珍惜。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而且啊，这片土地给我们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有没有去察觉而已。对。它只是很多时候，身为台湾两个字，就是在国际定位上这么尴尬的状况下，所以我很多东西都避谈了。我的老观众都知道，有些敏感的东西我避谈。对，因为我这个元素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东西。可是喝雷嘎仔，对，就这个频道很像不怎么易燃。对，所以我只是就很单纯的继续推广着这些台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真的就很满意。就很开心哦，对，就好好玩哦。这些东西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玩，真的。而且当你看到一些真的跟猪猪一样喜欢台湾文化的大家也在跟着一起玩的时候，真的那个心情会很有共鸣嘛。对，唐突工商，如果说哪是讲你讲生活有时间你的真正爱这个什么。クリックしてください。これなんだっけ？咱的专辑我们的这专辑真的要工商服务一下我们那个现正预购中啦，目前是没有给大家预购的一个时限我们去年做出这个专辑算是已经确定是瓶装版的专辑，但是里面的内页稍微有一些简单的内页是猪猪自己排版，所以瓶装版当然它的用料可能没有办法像精装版这么的下趴，但是朱迪卡亲自排版我觉得也很值得大家收藏然后
精装版的对不起，一直卡痰。精装版的封面啊，我们在卖场上面的封面基本上也是 L88这一版嘛。对不起，我真的精装版真的要封面诈欺了，因为我们精装版把它弄到整个变成了一个精装书，那个用料非常非常的昂贵，成本非常高。然后对不起，真的封面诈欺，直接跟你们讲，你们收到之后会是很开心的被诈欺。它已经是变成一个收藏版的精装书了，而且封面你们去翻动，朱迪卡还会动，你知道那个用料多贵吗？欢迎大家预购起来。刚问刚下都的哈，谢谢大家，谢谢。我追一下聊天室，是用猪的烧腊吗？这个烧腊的部分，这个可能要问丁爷是在哪里取得的猪肉，但是总之就是台湾健康猪，不用担心。子杰利赫，请问达标了吗？当然还没有达标，我们好像目前精装版还差26张还是25张？对，那么达标会如何呢？达标就告诉你们我除了葡萄干之外还怕什么啊？我还有在怕的吗？反正我不管皮不皮都有葡萄干了嘛，我还有在怕的吗？我还有在怕的吗？有差吗？有种给我达标，知道没有？要工商快工商，不知道哪时会被强制不能。真的假的？是这样子吗？福利熊下面牺牲开戏，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样子宣传我的专辑也没有办法。然后或者是欢迎大家抖内订阅，这个也不行了，是这样子吗？救命！好吧，那从今以后也只能委婉的。大家看一下下面资讯栏，谢谢。就这样，这样也不行吗？猪猪才不怕。有工商的部分，如果之后有什么规范的话，就乖乖遵守。对啊，至于这个相爱相杀，我跟你们讲，我们痛并快乐着，我爱着你们。你们是什么？我爱着你们，并且期待下次线上还有机会狠狠揍你们一拳。好，这个就是我对你们的爱，好吗？现在没有啦，虫干不算啊，福利熊，虫干不算哦。我得在公卖面头前，好，那个虫干的事情就好，不要再劳烦公骂了，他一定觉得我很烦。等下公卖面头前讲我虫干，那好可怜啊！进法院吗？已进入法院阶段，好像他们在审啊，看这一条要不要过之类的吧。TPD 的宣传问题有欧盟提告。好的，之后有什么规范再麻烦大家提醒一下猪猪了。原来是这样子，感谢福利熊，感谢薄荷。你们可以期待接下来的线下的部分啊。我下次真的不会再侵权了哦。什么？不是版权的权，砂锅大的拳头有没有看过？我下次不会再侵权了，知道没有？拳到肉，知道没有 ？OK， 好，谢谢大家。时间来到了1点26分，我真的没想到今天就择日不如撞日，我们直接那个3声一字排开，直接直接公骂面头前问代志哦，真正有够趣味的，水啦，水亏哦。好，这样子的话，看一下时间哦。好。现在时间来到1点半左右，来，我们再把这3首歌再来唱一次，好不好？看一下哈，对，我们再把这3首歌唱一次，然后待会应该还是得要下播，因为接下来做的事情应该也没有办法开台，可恶，太秘密了，很秘密啊，不好意思，但是绝对年底啊，也不是年底啦，好啦，未来啦，主办会公布一个很神奇的合作，连我都想不到的神奇。对，应该说我连我都没想到，可是大家好像很容易联想到。好，大概话点到这边为止。大家很容易联想到，但对我自己而言很神奇。对，有新闻蛋糕自律美食，就是可能有新规范。OK， 之后有什么新规范再麻烦大家了，因为猪猪有时候会忙到，有时候规范在跑什么之类的都不知道。冷心对你下重手吗？薄荷，上次
我仁慈了，却被抱怨不痛不痒。除了那位马克先生之外，这一次不再给你们选了，知道没有？没得选啊哈，什么东西？表情符号先生，什么？不会，我不会清教，不用担心，你们可以请其他你们老公的老公清教哦。我是 DW 先生，原来猪猪不把你们当自己人吗？我就是把你们当自己人，才拳拳到肉，知道没有？啊，不会下重手，会下毒手。我直接请水梨宝贝从背后背刺，这样好不好？水梨宝贝，那时候麻烦你就是准备个那个10几20把小刀，后面背刺一下这样子。哎呀，你怎么瘦下来？谁刺你这么坏？哎呦，然后再揍一拳这样子。我们那个新仇旧恨吼，哎，加油！我们那个新仇旧恨，对你们自己小心一点啊。来，好，我们就照着这次大家投票好的比例，而且你们真的是跟猪猪的公妈就是同步哎，公妈也叫我就是决定好就好，对，好，你们都有仁慈，你们真的是最疼爱猪猪的熟男熟女们，好不好？马克先生你怎么猜？哦，马克先生，哦，不好意思，上次那个下巴脱臼好了没？哦，是已经过了1年多了，应该1年了吗？好像还没哦。哦，事过境迁，你的下巴应该好了。来，排队，一口3声，水灵宝贝，我们这4年多来，水灵宝贝真的成长卓越，效果拔群，你知道吗？到底是谁养坏他的？我好欣慰，谁把他养得这么坏的？好棒，比一拳好用。女侠老命，好棒，水灵宝贝，我们下次再思考一下怎么玩他们哦。好啦，来啦，谢谢你们今天陪我跟狗妈问事情，我们来继续来把这3首歌再唱过去。好，看一下。现在我上面的歌单是什么？回家吗？好，我把它改成新不了情。好，而且其实我非常感谢，今年也是有这么老派的歌曲可以让猪猪选。本人的唱就是老派哦。新不了情哦，经典。3色豆，我觉得那把粉红色的刀很适合你吗？阿瓜，想要吗？水灵宝贝，你的黑化姐姐非常满意，真是姐姐的心头好，不愧是我的姐妹啊！这个黑化就是要拿来对付熟男们的，你们给我皮绷紧一点哦。新不了情，刚小关的公妈，我今嘛唱这条歌新不了情，给您听吼。心如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你应该明了，圆满了。
我觉得我可能会被玩呢，就是福利熊先不告诉我他是福利熊，打下去才告诉我是福利熊，然后等着看我当下的表情。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对，就跟圣斗士西史一样，圣斗士西史，你们出现过一次，化成灰我都认得了。所以福利熊只能玩一次，然后以后生生世世都记得这个人的长相，好像不太划算哦。顶多就是对嘛，朱迪卡这边惩罚就是翻倍嘛，顶多就又是2箱葡萄干嘛，对不对？啊，就放在角落当角落生物啊，是不是？我只要不要打开它，不要再立什么奇怪的旗，我就不需要去吃它，不是吗？虽然说我后面有12盒要吃啦，这各狼者呀各狼搭，后面有12盒必须伴随着我的重训时数把它还完。我重训时数好像不够了哦，糟糕，伤脑筋。下次再开转盘好了。哎呦，伤脑筋，真是的。哎呦，好想重训哦。我很像只剩下深蹲哦，深蹲好像还差几下，简单啦。好想再加一下时数，真是的。啊，下次我那个蓬勃发展的肌肉，你们真的要小心一点，好不好？即使我真的不愿意重训到不想再重训，但是那些东西还是得还完的那个状况下，伴随着我的肌肉，我们继续相爱相杀吧，兄弟们！谢谢大家，时间来到了1点37分，我肚子好饿。我巴多加腰，899腰哎！来，我看一下，我今天是几点开台去？我今天要11点15分开台，是不是？呵，那时间嘛，差不多啊。谢谢与会的兄弟们陪朱迪卡练习了这3首歌曲，没想到中间还一同经历了询问我们祖先牌位的意见。问公妈的时阵，我拎弟耶，真正是就好耍哎，有你们在一起问那个祖先牌位，真的很好笑哎。好笑哦！来，我们真的8月底再来问一下，8月底再来烦一下咱的公妈哦。咱那8月底的时阵，过来让咱的公妈鲁小小一个吼啊！这不是我们的 international 妈吗 ？international 妈，看看你，看看你啊，多么的有才，专业精通。我刚刚想找
精明干练给大家，发现我这里根本没有精明干练的字眼，找不到。对，这里也没有，完全没有精明干练字眼，好不好？这也是我们高阶会员独有，专业精烹，特选生草迪卡独家槟榔啊，不是槟榔的槟榔袋，谢谢大家。我真的好喜欢哦！我刚才有跟大家聊到我们的台湾之光，可爱的妮菲亚，我们的变装皇后也玩槟榔梗呢，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其实有很多宝藏啦，对。而且猪猪其实不太会给文化贴标签，因为它是在我们土地上面衍生出来的东西，那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不太会去说这个好或者是不好，对。所有的东西都有它诞生的理由，就是这样子。以上でございます。我肚子好饿了，我要去吃饭了。薄荷，谢谢你也辛苦了。我没有皮，阿瓜，我刚被盗账号。不是牛妈，我说的是才能的才，你在那边。好啦，牛妈辛苦了。不是槟榔袋子，然后生草的。水灵宝贝真的变坏了，可是我好喜欢水灵宝贝，水灵宝贝变坏了，不知道是谁带坏的，很棒，水灵宝贝。黑化的你，下次记得把你的黑化魔法，让我们一起来对付兄弟们，知道吗？好啦，我结束一下意见调查，来，我们初阶段的这个。第4届金曲奖演唱实体奖，大家是建议猪猪自己决定就好。第1名，谢谢你们，尊重猪猪。然后第2名是新不了情，果然够老派，够适合我唱，谢谢。然后第3名是顺子的回家，第4名是西西孙盛熙，眼泪记得你。我们看一下8月底会不会翻盘，好不好？他没好过啊，等一下牛妈，好牛妈，那你要好好的，知道吗？一直是混沌中立嘛。中午来吃个馄饨面好了，好，谢谢。好啦，我找一下降落地点。我来看一下，今晚呢开台的朋友啊，哈，我们去找皮皮，哈。中午时间还蛮常遇到皮皮的，好，我们去找皮皮一起玩。然后没有意外的话，明天也是短时数开台，好，明天猪猪会开比较早，明天我在想可能啦10点，对，大概10点。就会开，早一点的话9点半有可能开，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抓10点好了。歌会哦，好，明天是歌会，然后大概唱到大概12点15分，我就又要去忙了最近下午好多事情，之后再让你们知道我在忙什么。好，之后公开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好，感谢。然后还有什么事情？企划书的部分今年比较早进行，所以企划书这边我觉得最困难的那一叠，猪猪很像也快整理好了，太好了。然后精华的部分，水灵宝贝你等我一下，精华的部分我再跟你讲，我今年我们那个行销的部分我们要怎么做整理，然后时间轴我会再给你，好不好？谢谢你，辛苦你们了，记得好好休息，午餐吃啥的果布丁吗？讲到这个好难过，他被我吃到只剩最后2个了。他那个很好吃，只剩最后2个了。没有关系，我下个礼拜要来研究我的馒头，可爱的猪脚馒头。希望成功之后，我们未来就可以做更多可爱馒头给大家。对，黑化水灵知道抓去炖魔女的秘药吗？要炖也是我先来炖，在锅子里面咕噜咕噜，好可爱。好啦，咱的兄弟啊，明仔过来见面吼，明天早上歌会哦。不过早上就唱歌，我可能会但是还是会想开台啦。对了，明天反正就顶多就唱得很烂嘛，对不对？顶多就唱得很烂，但是还是想开台，想你们来切片尾咯。好啦，兄弟啊，咱伫咧讲到伫咧咱皮皮的冰刀啊啦，还好咧安全带啦，知无？唐突江湖诶。それではまもなく2ピース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为了刚到的让你皮，好了，台语讲过了，我们即将降落我们皮皮的频道，请系上你的安全带，不然你就是受，谢谢。
谢谢大家。不是电先生，你相信我，我每次的歌会都有好好唱歌，1-2首也是歌，对不对？谢谢大家，公平、公正、公开，从不封面诈欺，谢谢你们。媒婆爸爸也辛苦了，谢谢你们。好啦，下午大家工作也加油，明天见咯，明天早上见。DW 先生，谢谢。晴天，拜拜，大家拜拜喽。光雅，谢谢，拜拜拜拜。肚子好饿哦，我可以吃掉1头猪。拜拜。哦，大小姐明天会开早安台吗？好，如果他方便这样也没关系，就是这个就随缘啦。谢谢大家，大家拜拜。